哇！呢一個項目值得你萬眾期待啦啩！個人翻去西九龍高鐵站、柯士甸站，只需要一首歌嘅時間，一個鐵路站直達全國，再加3個站內咧，直達翻呢個尖沙咀、中環、金鐘最核心嘅地段。咁就由藝術品一般嘅新世界打造嘅遵義，今日正式推出咗咯。今日你只需要攞住呢個價錢，你就可以得手啦。再配合埋咧，我哋周邊有海港城啦、美麗華廣場、K11、兩灣 iSquare， 唔計啲中小型商場咧，我哋附近已經有接近400萬平方呎嘅購物飲食空間俾到你啦。唔知咁多位女神咧，又會唔會打動到你咧？如果想要更加詳盡嘅資料，歡迎嘅評論區或者後台俾我Candy 會將所有資料極速送上啊！咁廢話唔多講啦，即刻跟 Candy 鏡頭去睇睇，位於喺高鐵站旁邊，擁有西九文娛區嘅氛圍，幾分鐘嘅鐵路直達香港權力核心，再加埋全國任你行，由新世界打造嘅遵義質素究竟有幾高？即刻跟 Candy 去睇睇。我的天哪，這麼神奇嗎？地盤我哋又睇完啦，但係地盤方面咧真係好好睇喎！而家即刻同你嚟到示範單位睇睇發生咩事。咁示範單位我哋只係開咗一個啫，一個380尺，但係唔係一房喎，竟然380尺可以做到2房2廳，仲要有埋緊廚，比例相當地誇張啊！而且你會留意到整個單位當中咧，幾乎係零走廊位咁滯嘅，而且你睇睇個露台呢邊加埋咧成3.4米，相當地誇張，即刻入嚟望望。而且咧，我哋呢隻指紋門鎖都係獨家嘅喎，永遠喺新世界項目當中你先至會見到呢隻指紋門鎖嘅。而且咧，哇！呢個門抽嘅質感咧，真係不得了啊！你摸落去咧，除咗一個淡金色好靚嘅感覺之餘咧，你摸落去咧，好似摸住女神嘅肌膚一樣啊，超正！都真係不得不佩服我哋發展商嘅設計師，連少少吸位嘅地方咧，都幫你做咗個入牆鞋櫃位，再加雜誌架，相當地誇張。相信熒幕前嘅咁多位絕對唔會諗得到，一個380尺嘅2房單位竟然做個緊廚俾你喎。雖則空間咧就唔算好大啊，但係整個環境空間 L 字形俾你用得揼揼冚啊！而且入邊用嘅水泥灰再加呢隻淡白色咧，望落去感覺相當地舒服啊！而且喺度洗住碗仲可以遙望住嗰度 City 靚景，你都咪話正啊！雖然我哋單位細細啊，但係我哋喺電器方面咧絕對不會妥協啊！全部衝翻呢個德國名師品牌嘅西門子嘅抽煙機啦、爐頭啦、微波爐、雪櫃全部一應俱全。嗱頭先咧 Candy 真係有少少柒咗啦，喺度研究啊點解開嚟都開唔到鬼咧，係咪壞嘅咧？點知原來巧妙之處就喺呢度，呢邊開咗之後咧。原來仲有個直角開，完美地展示到點樣可以節省空間嘅設計就係咁樣啦。哇！完全估唔到啊！我哋嘅浴室竟然係正常 size 喎，做翻幾間乾濕分離啦，幾3個廳你完全不是大問題啊！而且我哋入邊嘅器具咧都係用翻呢隻淡金色啊，高貴得嚟又唔老土。再之餘咧，我哋仲有一個名窗同翻我哋客飯廳做翻個大對流咧，哇！呢啲就係通爽加舒服啦。而且我哋整個浴室嘅格調咧都係重翻呢隻深色嘅水泥灰啦，再並合埋呢隻灰色嘅水泥灰啊，所以整體感覺夾落去咧非常之有藝術感啊！3面嘅大鏡櫃啦，而且整體儲物量空間咧非常地充足之餘咧，呢度仲有啲層板位嘅位置咧，我哋俾你搽啲香薰啊，洗下其他嗰啲 lotion 啊，成件事咧感覺非常加實用加美觀啊！喺攝影師部分，直至去到落地玻璃部分咧，竟然超過成5米空間㗎，再加埋3